继续来关心进前的过车路防弄到的这个中华新港三只地啊，这大姊小妹是比较较严重，经过3礼拜抢救，目前是有好消息。中华社团病院表示讲，早起家属和大姐讲话，伊的目睭会当年来做回应，表示状况是愈来愈好。也若讲到这小妹呢，混镁指数也是3，继续伫咧抢救当中。医疗团队来到细但这个细汉姐姐面床边，心情是真好，因为这个细汉姐姐已经醒过来啊。你只要听得懂，就眼睛眨2下来，一下一下，很棒哦，很棒哈，够了，嘿，这样可以了哈。10岁姐姐唔但会当照医师的指示，甲目睭捏一个捏一个，佮会当捏目睭表达意思，医师嘛测伊的反射反应，嘛是同款拢有进步啊。好，有没有？他指头有起来哈。这就是一些反射动作哈，有动作代表是一些肩部的啊，这边比较差，这边就比较不明显。哎，也有哦，对，也有。对安尼结果，医疗团队是用奇迹来形容。顶个月2日，中华新港的细但的3个子弟啊，伫青港乡的建国路和美港公路口，和一个74岁无照驾驶的细小的老人赛车弄到，两个姊妹也是受重伤，有性命危险。经过要3礼拜的抢救，医疗团队和子弟的高部13早起去探视，这总算醒啊。他可以正确的执行，就可以确定他是完全清醒的。目前干细胞已经做了第1剂哈，未来还有3剂的治疗，那是针对脑部的损伤。另外，人伫中期救治的妹妹病院讲，目前性命的定上渐渐稳定，血压计和胸腔管拢已经提掉，但速度来的重点，就伫要安怎家己的神经重建，给予适当的高氧治疗，也评估后续神经再生疗法的治疗可能。赶快怎么样？好起来。赶快好起来。还有呢？赶快回来跟我上课。迄当中，敢若受到轻伤的丹娜迪亚家属讲，为着安全，即马拢是厝内人接送伊上课下课。这个意外发生了后，针对车祸的路口，公路总局几摆去会勘，改善行程线、庇护岛和挖角人行道这设施。并且嘛，随核定美港公路的高架化工程，而且承诺国经费中央全部拢会纳钱。但家属讲，上希望的，就是两姊妹较紧来脱离性命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